一名71岁的男性合并有高血压甲糖尿病，伫10天前曾经发生缺血性的中风，最近因为时常出现胸腔杂杂、甲呼吸会喘，而且心律不整嘛已经10外冬。伫靠药物治疗效果无好的状况，最近接受电烧，才重新找回健康。奇美医学中心心脏内科医师李伟杰表示，积极的心率控制会用改善中风的风险，加心因性的死亡率。关于这个心房颤动，当然它容易产生这个心律不整，然后产生这个心脏乱跳啊，所以它的产生心脏的血栓啊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它会根据病人的共病症可能增加中风的风险。另外，长期来说，它的这个心脏功能会下降啊，所以在平常的一个运动或活动上，会造成心脏衰竭或甚至死亡率的上升啊。所以目前来讲，在这个国际上的研究就发现说，早期的这个心率控制，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死亡率啊，所以整体来讲，像越来越积极的去控制这个心律不整啊。当然，这个心房颤动如果做这个3D 这个手术啊，大部分都是在药物治疗效果不彰，或者是病人不想要长期吃药啊，或者是他吃药有一些并发症啊，他那些心律不整的药，它的长期服用的话，它的毒性会比传统的这些用药来得更高啊，所以在过往的研究中，这些心律不整的用药会造成一些问题啊，所以才会有这个静脉的隔离手术。医师表示，肺静脉隔离有分电烧甲冷凝。电烧的原理利用热能来中断无正常的电位通路，让病人来恢复正常的心脏节律。加上现在还有3D 的立体模式，会用精准定位导管伫心脏的位置。奇美医学中心伫引进3D 静脉隔离电烧的手术，半年来成功治好超过20例，不但会用降低病人的用药，而且嘛大幅度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